頭鬼劍伏地，不破還人來所學，千刀萬斬不入身。生死輪迴因緣之位，世間萬物皆在這個循環中運轉，人對死亡的感受千差萬別，恐懼與解脫並存喺這一切，這源於當下所種之因，所往所看着不過避免自然規律難違背。但係我哋賭徒嘅城中始終相信人類確為命運可因散緣，因情生了轉。這些年呢，因工作緣故，我頻繁往返馬來西亞，與這片土地加上咧深厚的緣分，好似活動在此地月花受到推崇，許多有志於演示道教之人，都可橫拜遙門下，將會遙視地節。此次就有前往日本，一時為新到譚溪江，而這次為修圖。這兩件事我而言，這也非凡。我回想了年前我為徒弟阿英做終身之事的情景仍歷歷在目。那時阿英身份家正，聲名垂偉，在他手術前，我去睇戰慶咧，似乎於是此緣手術順利，隨時呈現感動天地。醫生手術實花錢，原本被診斷為我性嘅胃部腫瘤，實質多為兩成不分，甚至消失不見。阿英也因此重獲新生。我誰能料到，漸日我卻發現阿英狀態極為不佳，整個人萎靡不振，身形日漸消瘦。氣運之下才得知他的病症腐化啦，也就是老毛病。阿英還先講住本願接受手術，冇絕路嘅，呢個世界冇絕路嘅，好多人做到。最緊要問題咧就話自己去爭取到，同埋咧呢個緣分咧亦都係要大家見到嘅。咁而家嚟講你唔使擔心㗎啦，嘢做晒㗎啦，知道嘛 ？OK，好。我為阿英嘅病情優先之時，因為女士前嚟籌照，她從遠方趕來，只為身份重病嘅丈夫。聽聞她已到絕症第3次，經歷了電療、化療，係做了斜管切開手術。如今她滿身可望能再多活4年，她辛苦操勞一生，尚未好好享受生活，怎能就只俾病魔帶走？開光儀式之後，我帶着沙子團隊跟隨女士嚟到位於怡保東邊村落嘅家中，一踏入屋裏，我便感受古異樣嘅氣息。與她交談後得知，她丈夫生病前之時有些咳嗽，上大黑也1年前出診絕症，此後嘅治療過程經能冇比。而見女士睇到前幾年她已接緊上腦，心中萬力警會。已經係癌症咗，已經係第3期咗啦。咁呢度去即係講去治療咯，電療同化療咗咯。就講得到唞唔到氣咁，好似個掣咁咯。化療好咗咧，即係講1個月後咧，佢又唞唔到氣咯，唞唔到氣係就咁咪開咗窿咯，開咗窿。不過我先生都係好驚啦，好驚佢都係希望再多俾多10年命咁啊！即係勞碌開一世啦，係勞碌開一世啦，都未停咗，正式有病正嚟停落嚟啦咁樣。變開嚟講，佢好希望俾多10年命啊咁樣啦，即係講。我決定勘察5厘風水談選犯病嘅根源。當我嚟到我時時表面上看光線充足並唔一樣，但平時多年嘅經驗，我深知此處別有問題。經常問他唔在這房子住近10年，她丈夫搬回此房間也5年。我個敏銳察覺到房間某些方位存在煞氣，即或者是導致她病重嘅原因之一。我向女士解釋，從科學角度床位一大啲嘅接觸更多細菌，同時構置係輸在了調整之法，準備龍眼皮可化赤解腎臟嘅佈局。準備嚟嗰陣時，我發現神秘上鎖啦大悲咒水杯。佢買咗個觀音杯嗰個係有冇買翻嚟啊？我都唔知邊個觀音杯喎，大悲咒水杯有㗎，有得賣㗎，有大悲咒㗎嘛，成個杯入邊係咪大班有個蓋㗎嘛？你冇同佢揾過翻嚟啊嘛？你識得？你揸車去啊？香蓮啦，你去香蓮買。慈悲憑借火化威力，譬如咒語令或者以冷雜贈慶防身之數目要更加提升之功效。我叮囑女士展位購買，並向佢講幾個使用方法。呢個大悲咒水杯咧係醫病裏頭好用嘅。咁咒文做喺度咧，做咗法之後咧，呢個水就會有個作用喺度。咁因為呢個咒文成日喺度咧，就喺未奉獻上嘅上面天嗰度。咁我哋先用嘅時候要用陰陽水，陰陽水咧就喺天流落嚟，即係話自然嘅。咁其實應該裝一半。咁但係而家我哋冇啊嘛，咁所以用礦泉水代替咗佢。咁然後咧就落咗之後咧就放一半而家我哋飲嘅水滾水啦。咁呢個金頂佢揸住咧，呢個劍指掂住，咁你就念個咒落去啦。其實一樣念嘅時間咧，你可以一路諗緊個咒咧，就由呢個眉心度將嗰個咒咧喺個心呢度一路喺隻手沿咗嚟，喺呢個劍指度射落去。咁你一念7次，念完之後啦，
將個油佢放喺觀音娘隔離嗰度。咁呢個就係佢個緣嚟㗎啦，即係真正個根嚟㗎啦。離開前，我不斷開導曾外，鼓勵他積極對抗病魔，同時提醒他不必完全主理醫生嘅治療方案。我如他約的，遲疑就先到談為他賜福，遲疑曾拜謝眾多親友嘅陪伴下一嚟，我又為他展現慈悲時。人見低頭，鬼見伏地，不怕還人來所學，千刀萬斬不入身。這副已是結束，雖唔會離間戰影，但曾擺眼中重新了光彩咧，臉上也露出了久違嘅笑容。看他與家人親友相扶鼓勵嘅場景，我離先萬事先為。阿英嘅病情腐化，成為了絕望抽住，這因命運的考驗。但我相信只有善論3年，堅定信念，即眾人嘅關愛與幫助下，他們定能戰勝病魔。